闖劫、殺人、強姦、販毒，生動還原案發現場，通過講述一個個案件過程，帶你船圓事實真相，探究人性深處的秘密。楊天勇案團伙襲警，分屍、餵狗、一鮮血。各位聽眾朋友們，大家好啊！眾所周知啊，楊天勇案件為什麼如此震動社會啊？倒不是說他們連續殺人、毀屍手段有多麼殘忍，也不是說團伙頭目竟然是現役警察，而是這個案件中隨處可見的一些深刻社會問題。好了，聽我說一說今天的案件吧。從1997年開始，以昆明為中心的地歐發生了一系列惡性案件。1997年4月，昆明一名叫做楊衛東的司機突然遇害。某體育場下足停車場的管理老漢發現一輛吉普車胡亂停放，就走近看看車內是否有人。沒想到管理老漢一眼就看到吉普車後座上有一具血肉模糊的屍體，老漢嚇得半死，立即報警。警方趕嚟時，發現楊衛東早已氣絕多時，車內全是鮮血。根據現場分析和家人介紹，司機楊衛東是在自家小歐納遇害的。楊衛東當時正在整理物品，將裝有2萬元現金的旅行袋放入後座。他做夢也未想到，光天化日之下的小歐裡面會有這麼危險。結果他被歹徒猛襲後腦，導致暈倒在地。隨後他又被用匕首連刺數下後死亡，屍體被胡亂地丟入吉普車後開走，開入了停車場後丟棄。歹徒拿走了2萬元現金逃之夭夭。那是報復殺人嗎？排查司機楊衛東的社會關係，並沒有發現他有這麼仇人，不可能被人報復晒死。那是闖劫殺人嗎？誠然，當年2萬元也不少。要知道當時普通職工月收入也就幾百，不足1000元，2萬元要普通民眾不吃不喝乾上2-3年。但是闖匪為怎麼要下這麼重的毒手啊？將楊衛東砸暈以後，歹徒闖走車子和剪不就行了嗎？為怎麼非要殺人不可呢？這說不通。而更關鍵的是，法醫反覆檢測屍體腦袋上的傷口，認為頗為古怪，不像是鐵棍或者木棍。經過反覆分析，法醫認為很可能是用解放軍的6-7式木柄手榴彈襲的，也就是說，歹徒攜帶着軍用武器，這就非同小可了。這個案件沒頭沒腦，毫無線索，久久不能偵破。楊衛東被殺後近2個多月，1997年7月，雲南楚雄的一個保衛幹部突然失蹤。那個年代，在雲南這種邊疆省份，願農劇場保衛幹部周某仍然可以配槍外出，而周某在昆明到楚雄的公路上，莫名其妙地就不見了。他的同事也沒想到會有這麼兇殺案，畢竟周某攜帶手槍，誰敢去動他？大家推測認為可能是出現了這麼車禍，隨即聯絡了沿途各交警大聚。奇怪的是，一無所獲。幾天後，一個卡車司機在路邊小便時，突然發現公路下方排水溝內似乎有人躺着，他大着膽子走近一看，竟然是一具屍體，大驚之下，司機急忙報警。警察趕到以後，發現遇害者就是失蹤的保衛幹部周某，他被人用利器偷襲要害，被連刺數刀，因失血過多而慘死。行兇的匕首就被扔在屍體旁邊。保衛幹部攜帶的一支稱號為29062326的54式手槍和13發子彈失蹤。法醫經過鑑定，殺人歹徒沒有留下任何證據，匕首作案前被仔細地擦拭過。歹徒行兇時旋戴着手套，這裡不是第一現場，而是拋屍現場。歹徒在某個地方用匕首將保衛幹部殺害，推測可能有2至3人，其中1-2個人突然拉住保衛幹部的雙臂，讓他沒有機會拔槍。另一人用匕首猛刺數刀將其刺死。隨後，歹徒們用車輛將屍體轉移，丟在公路邊。法醫認為，這是一夥慣犯，或者對警方偵查手段非常了解的家伙，有豐富的反偵查經驗。這個案件毫無頭緒，也沒有目擊者，不能確定究竟是闖劫殺人、闖槍殺人還是報復殺人。歹徒出手兇殘，一定要將保衛幹部置於死地。刑警們認為比較可能是報復殺人，於是刑警們開始排查遇害保衛幹部的社會關係，尤其是曾經打擊過的犯罪分子。前後排查了多人，卻一無所獲。願農劇場保衛幹部不是刑警，充其量也就找過幾個小賊。這些小賊不是沒有作案時間，就是案發時並不在現場附近。於是案件成為了懸案，久久不能偵破。又是2個月後，1997年9月，又有一起大案發生。昆明附近某縣政府的一輛30吉普車失蹤，政府司機都某活不現人，死不見屍。根據調查，
都某工作認真踏實，又是有編制的鐵飯碗，家裏上有老下有小，不可能隨便盜車潛逃。由此推測，都某可能遇害，車輛被歹徒開走變肉。這是殺人劫車案件，由此開始了昆明系列車輛失蹤案的序幕。隨後，旋有8起類似案件。正在警方全力偵破這起人車失蹤案時，突然發生了一起更為惡劣的案件。1997年11月14號深夜，昆明3名聯防罪運在例行夜間巡邏，很快，他們發現了一件怪事：一輛吉普車頂着另一輛車在街上前進。如果是車子有故障，那為什麼不叫拖車來拖啊？而是這麼亂搞呢？聯防罪運有經驗，懷疑是盜車集團，前面那輛車可能是偷來的。3人手持警棍攔住吉普車盤問，誰知道吉普車剛剛停下，車窗裏突然伸出了一支手槍，雙方距離很近，聯防罪運根本就來不及反應，乒乒乒，3名聯防罪運全部被打倒在地，2人當場死亡，1人受重傷昏迷。槍響以後，附近正在趕路的一名軍人誤以為是民警執行任務，正在鳴槍示警，軍人現義勇為趕來查看警方是否需要幫助。持槍歹徒發現有一個軍人靠近，二話不說又是2槍，軍人腹部、胸部中彈，當場被打死，連續打倒4個人以後，車上幾個歹徒不敢久留，一面打電話讓同夥來處理屍體，一面將屍體丟到路邊草叢後，快速駕車逃走。在歹徒打電話期間，昏迷的聯防罪運醒嚟，聽到了對話內容，顯然只要這個同夥來了，他肯定是必死無疑。看到吉普車離開後，這名聯防罪運以強大的毅力，用雙手艱難爬行100多米，躲入了一片灌木中。10多分鐘後，那個同夥果然來了。他下車後發現少了一具屍體，知道有聯防罪運重傷沒死船逃走了。顯然，逃走的聯防罪運很可能已經報警，警察隨時可能趕到。這個歹徒不敢在現場繼續停留，立即開車離開。由此，聯防罪運撿了一條命。這個差案非常嚴重，導致3死1傷，傷者都是軍警，而開槍的那支5.4式手槍，就是遇害的保衛幹部周某的配槍。通過歹徒的所作所為來看，他們之前曬死周某，就是為了闖奪手槍做大案。遺憾的是，由於歹徒一開始就開槍，幸存的聯防罪運沒有看清他們的相貌，只聽出他們的口音很雜，不都是雲南人。除此以外，聯防罪運沒有提供其他線索。這起案件在昆明引起軒然大波，全市公安開始四處搜查走訪，歹徒們也由此蟄伏了一段時間。殺死聯防罪運的差不多半年後，1998年4月，昆明市民發現一輛丟棄在某小歐外的麵包車，上面躺着2個人，身上有血跡，好像已經死了。民警趕到現場發現，死者是一男一女2個警察，男人是某縣公安局副局長黃俊波，女人是他的婚外戀情人，市局的女警黃小香，2人都是近距離中槍而死，死者臉部船被槍托襲得血肉橫飛。根據彈道檢測，歹徒使用的武器都是副局長黃俊波的配槍，一支稱號為1605825的77手槍。然而，副局長黃俊波可不簡單，他曾是警校的尖子，以拔槍速度奇快而聞名，創造過警校紀錄。正常來說，即便歹徒偷襲，也是不可能奪取他的手槍。而黃俊波是被扣在車輛納布後，才被子彈打死的，也就是說，歹徒是拿到77式手槍以後，將黃俊波制服後才開槍殺人。那麼歹徒是怎麼制服拔槍神速的黃俊波的呢？於是刑警們懷疑這是熟人作案，首先騙取了黃俊波的配槍，隨後突然開槍殺人。結果大家都知道，女警黃小香的綠帽丈夫成為嫌疑人，被殘酷刑訊逼供沒多久。身為緝毒警，有着豐富反偵察經驗的綠帽丈夫交代了因仇恨而殺死出軌老婆和情人的作案經過，因此他差點被判處死刑。奇怪的是，這支77式手槍一直沒有找到。綠帽丈夫解釋為將槍支拆卸成零件扔到電池裏了。這起案件轟動全省，幾乎每一個公安人員都知道了這件事。因被害的副局長黃俊波同綠帽丈夫算是好哥們，輿論上都比較同情這個倒霉的丈夫。然而，這一系列案件卻並沒有結束。差不多1年後，1999年3月6號，昆明一輛尼桑公爵王轎車失蹤，車上一男一女不見蹤影。1999年3月19號，昆明一輛30車連同司機失蹤。1999年4月18號，
昆明一輛3菱車連同司機失蹤。1999年6月7號，昆明一輛3菱車連同司機失蹤。1999年6月15號，昆明一輛桑塔納2000連同司機失蹤。1999年12月24號，昆明一輛30車連同一名司機和一名乘客失蹤。2000年4月23號，昆明一輛30車連同一名司機和一名乘客失蹤。2000年5月31號，警察朱某和他剛從軍序復員的好友雙雙失蹤，他們駕駛的奔馳車不知去向。至此，昆明在短短2年多內，已經有9輛車子連同車主甚至乘客一同失蹤。尤其在1999年，已經連續發生6起類似案件，平均2個月一起，作案頻率非常之高。顯然，稍微有常識的人都該知道，這些車主凶多吉少，這很可能是惡性系列殺人劫車案件。這種案件並不孤立，在全國也有類似的作案團伙，比如深圳綠魔女系列案件。歹徒的目的就是劫車，事後將車主甚至乘客殺死，不留活口，不讓警方有偵破的線索。昆明系列案件自無法偵破，直到2000年6月14號當天，案件突然有了重大的轉機，一度讓專案組不敢相信。警方技術人員意外地發現，4月失蹤的3菱車主黃春鎖的手機被人撥打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這一夥歹徒極為狡詐，有着豐富的反偵察經驗，將所有贓物都處理得很好，讓警方無法追蹤。他們絕對不配使用倉盜的手機，更不配用它撥打電話。這系列案件線索全無，警方被迫長期追蹤這些手機，死馬當作活馬醫。於是警方第一時間趕到現場，一家典當行，將使用黃春鎖手機的一男一女當場生擒。根據典當行雲公介紹，這兩人來典當一個手機，卻拒絕開機。雲公以為是手機胚了，不願意接受。情急之下，這個男人就打開手機，隨意撥打了一個號碼，以顯示手機未有雜魔問題。打完手機後，男人就慌慌張張要求走。雲公表示要等會計，會計正在吃午飯，很快會回來，到時候才能付款。男人無奈只能等了一會人，結果10分鐘後就被警察堵在店內。被捕後，這家伙交代自己叫做柴國立，隨後開始胡言亂語。他先說手機是撿來的，後來又說手機是從街頭小賊手中買的。當然，昆明警方早已成立專案組，不可能這麼容易被忽悠。沒多久，堅持不住的柴國立交代了所有罪行，這反而將專案組嚇了一大跳。那這柴國立到底有怎麼可怕的罪行呢？楊天勇案團伙襲警，粉絲為9.2暴行。上次說到當然啦，昆明警方早已成立專案組，不可能這麼容易被忽悠。沒多久，堅持不住的柴國立就交代了所有罪行，這反而將專案組嚇了一大跳。柴國立本是佳木斯人，今年26歲，他是楊天勇犯罪團伙的嘍囉之一。這個8人團伙從1997年開始到2000年前後，作案高達25起，盜竊、闖劫機動車25輛，共殺死19人，重傷1人。被殺的19人中有警察3人，聯防罪運3人，保衛幹部1人，現役軍人1人，退伍軍人1人，一共9人。也就是說，他們殺死的人接近一半是軍警，而且這不是殺人這麼簡單，手段旋極其兇殘。死者中有11人被他們毀屍滅跡，切成碎片煮熟了餵動物，連完整屍首都找不到。該團伙有2支手槍和12枚手榴彈、炸藥等武器，是武裝犯罪團伙。根據柴國立的供述，專案組立即部署，首先將團伙主犯楊天勇在家中抓獲，後者沒有抵抗，讓眾人吃驚的是，楊天勇竟然是昆明鐵路公安處的一個民警。隨後的幾天裡，團伙其他6人紛紛被捕，被一網打盡。這夥人不是流竄犯，平時都有自己的職業和固定住所，一旦案發，他們根本就逃不掉。據說楊天勇知道是柴國立偷偷喐掉手機時撥打了電話，才導致他們被捕，一時間竟然語塞。隨後他破口大罵柴國立，說他比豬都蠢，害慘了大家。這時候罵人也治了，被豬隊友坑的人多了去了，楊天勇並不是第一個。自然讓專案組震驚的是，他們著獲了大量的武器彈藥，近手榴彈就有12枚，手槍子彈400多發，自動步槍彈400多發，船有約1公斤火藥和雷管。這裡就怪事了，這麼多的武器彈藥從哪裡來的？這12枚手榴彈據說是楊天勇參軍時候私藏的，
我記得當年義和案件的弟弟也曾衝步墜私自帶回來手榴彈，可見軍隊對於武器彈藥的管理算得上從戒。至於接近900發的子彈，來源不明，恐怕未必是買來的。另外，刑警發現了被殺保衛幹部的5.4式手槍，楊天勇的保險舉中黑言船發現了遇害黃副局長的7.7式手槍。直到此時，那個被關在監獄中的綠帽丈夫才被釋放出來，只是留下了不少的後遺症。在楊天勇的供述中，我們可以梳理一下這個團伙的罪行。團伙有8個成員，主犯為楊天勇和超林，這兩人是小時候的好朋友。長大以後，超林跟隨父母去了東北街牧師，這混蛋參過軍，卻不是什麼好人。退伍後在1994年詐騙了接近8萬元。1995年全國年工資平均是5500元，100萬等於是普通職工接近200年的收入。街牧師警方發布通緝令，全國追捕超林。超林帶着贓款跑路到雲南，在昆明隱居起來。在1994年，超林詐騙這麼巨大的金額，一旦被捕肯定死刑，而100萬雖多，也架不住超林那吃喝飄賭的揮霍。他到了昆明買了一處豪宅，就花費了接近20萬。超林此次的目的很明確，找到老友楊天勇合作，未來繼續做大案，不能夠坐吃山空。他反正已經背負了可以殺頭的大案了。正所謂死豬不怕開水燙了。自然，超林知道楊天勇充軍退伍後成為了一名警察，作為一個犯有死罪的逃犯，卻主動接觸警察，還不是找死？當然不是了。超林對楊天勇非常了解，知道他也不是什麼好東西。別看他穿着這身皮，我能幹的配事，他是有哪一件幹不出的啊？果然，楊天勇頗有着懷才不遇的心態，對現在工作頗為不滿，認為一無權二無子沒前途。兩人見面後，超林毫不猶豫地將詐騙經過全部告訴楊天勇。如果楊天勇真的是合格人民警察，就應該將超林這種人抓找報貴案。結果楊天勇不找人，反而對超林的膽大又聰明、有展揮霍的瀟灑生活頗為羨慕。此時楊天勇已經犯有包庇罪了，鐵了心要和超林一起幹了。這兩個王八蛋都是心狠手辣的人，船頗為狡詐。他們認為只要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招兵買馬就能組成優秀的犯罪團伙。超林認為楊天勇要狡詐的多，膽子也大，但組織能力較差，所以除了慷慨的借錢給楊天勇以外，超林船四處物色團伙成員，很快就找到了一批狐朋狗友。比如他將自己花費20萬元購買的豪宅以10萬元低價肉給了周宏斌，於是周宏斌成為了團伙最後一個成員。這家伙有銷贓的渠道，可以幫忙處理贓車，這一點至關重要。周宏斌也是團伙裡面唯一沒有參與殺人劫車的人，最終未有被判處死刑。隨後他們又招募了5個人，一共是8個人。除了周宏斌以外，這7個人的數字各高，有4個人受過軍事或者警方的訓練，懂得使用武器。不過在1995年，他們船沒有槍，楊天勇雖是民警，不可能用自己的配槍作案，只能設法搞黑槍。而90年代初期，雲南屬於全國重點涉槍省份，開始反浮數燙黑槍基地。到了1995年，楊天勇他們也苦船可以搞到自製黑槍或者獵槍，卻無法搞到軍用警用槍支。他們已經決定偽裝成警察作案，必須裝備軍用槍支，不能使用獵槍。當時整個雲南都知道回民盤踞的平遠街是中國4大黑槍基地，於是楊天勇和超林商量以後，帶着一個朋友駕車去平遠街，試圖購買軍用槍支。此時平遠街已不是大馬在街頭推銷黑槍的時代了。自從1992年國家派數千武警重點清剿了平遠街後，回民已不敢公然販賣黑槍和毒品。而楊天勇在平遠街活動了幾天，四處打聽哪裡可以買到黑槍。此舉很快驚動了平遠街的公安，將他當場抓捕。楊天勇開始胡言亂語，自稱是撐械的發燒友，買槍是為了收藏。在當地公安指出這是嚴重犯罪後，楊天勇才表明身份，說自己是警察，謊稱因所在單位管理槍支嚴格，阻礙他正常的工作，所以才想買支槍自己使用，便於辦案。這種言論雖形同風言風語，畢竟楊天勇是警察，又沒有什麼前科，當地公安決定放他一馬。最終他們決定楊天勇必須找昆明公安系統的朋友來保釋他，再罰一大筆錢才能釋放。
無奈之下，楊天勇託一起來的朋友回到昆明，稱來一個警察同事和一個在法院工作的朋友。這兩人明知道楊天勇是購買黑槍被抓，仍然跑到了平遠街出面保釋他。這邊少林拿出3萬元作為罰款，將楊天勇給贖了出來。要知道在1995年，3萬元可不是小數字。由此可見，少林認為楊天勇對團伙至關重要。這事人看起來不可思議。楊天勇去平遠街購買黑槍，之前曾對少林說過，想幹點恐怖的事，報復社會和政府。由此可見，此時楊天勇的情緒已經很可怕了，周邊的人不可能察覺不到。當時依法處理楊天勇的行為，讓他留下前科，恐怕他未必敢做以後的那麼多案子。楊天勇被捕後，這個同事才被趕出警察隊伍。此次失手後，楊天勇不敢再去買槍，轉而去闖槍。此時槍支管理船比較重戒，很多軍警甚至保衛幹部都攜帶槍支回家或者旅行。楊天勇他們有很多機會。楊天勇知道倉槍可是非同小可，一旦案發恐怕都得重判。所以楊天勇認為闖槍時就必須殺人，不留活口，不留下線索。此時包括楊天勇在內，團伙中沒有人殺過人。楊天勇認為第一次殺人就找軍警動手未必會成功，船事要練習一下。於是他們四處尋找路人，準備殺人壯膽，順便搞點活動經費。1995年4月，楊天勇讓少林等3人再次出去尋找目標練膽人。這3人帶着手榴彈、匕首等兇器在昆明市四處遊蕩。大概下午2點，他們看到了司機楊衛東獨自在小歐中整理車子的後備箱。在楊衛東打開旅行包時，少林發現裡面約有1到2萬元的現鈔。少林立即決定動手，衝上去用手榴彈連續襲打楊衛東後腦，當場將他砸暈。隨後3人又先後用匕首亂刺，將楊衛東曬死。這裡是小歐，屍體丟在原地，很快會被人發現，影響他們逃竄。他們將楊衛東屍體丟入車裡，將車子開到某體育場停車場丟棄。這夥人拿着闖到的2萬元現金逃之夭夭。殺死楊衛東後，包括少林在內的幾個人頗為緊張，連續幾天精神恍惚。楊天勇讓他們帶着贓款去大理旅遊散散心，同時認為這幾個人心理素質不好，船需要鍛煉。等他們回嚟後，楊天勇安排他們去昆明火葬場觀看遺體火化過程，鍛煉他們的膽量。在目睹一具具遺體被燒成灰燼後，這些家伙的心理承受能力有所增強。練了幾個月後，楊天勇覺得差不多了，讓他們繼續尋找機會闖槍。於是曾經當過兵的少林購買了假的軍官證和軍服，同2個手下一起偽裝成軍人。他們盜竊了一輛軍牌的吉普車，開始在昆明附近亂竄，尋找配槍的軍警下手。沒過多久，他們看到了攜帶5.4式手槍的保衛幹部周某正在公路上行走。少林假裝讓他搭車，周某看他們是軍人，也沒有懷疑。上車以後，2個手下迅速抓住了保衛幹部的手腳。少林對他連刺數刀，將他殺死，將屍體丟在路邊。由此，他們搞到了1支5.4式手槍和13發子彈，有了自己的槍支。楊天勇按團伙襲警，分屍為93懲罰。上次說到少林假裝讓他搭車，周某看他們是軍人，也就未有懷疑。上車以後，2個手下迅速抓住了保衛幹部手腳。少林對他連刺數刀，將他殺死，將屍體丟在路邊。由此他們搞到了1支5.4式手槍和13發子彈，有了自己的槍支。由此楊天勇覺得萬事俱備，可以開始作案了。楊天勇自己是警察，對於國內各種的犯罪團伙的作案模式都比較了解。他認為偽裝成警察作案是最容易得手的。一般群眾遇到了警察查車，根本不會有懷疑，尤其是雲南這種販毒走私比較猖獗的地方，即便警察給對方要戴手銬，群眾也多會配合。由此楊天勇一伙就可以將司機制服後曬死，將車子闖走後賣掉，將贓款分掉。自然偽裝警察也不是這麼容易的，船是需要訓練。楊天勇這家伙是個非常細緻的人，沒有100%的把握，他是不會放手作案的。於是他將自己的2套警服交給團伙成運，讓他們輪流穿着，在昆明市交臨檢來往車輛。這幾個人偽裝成警察，佩戴着那1支倉嚟的手槍，連續多日攔車檢查。不得不說這幾個小子的膽量很大，
萬一借李鬼遇到李逵，那他們就完蛋了。由於楊天勇之前特別訓練過他們的姿勢、動作，甚至是說話，他們沒有穿幫過，期間有多名警察被他們檢查，也沒有任何的懷疑。雙方甚至攀談，這些只是作案前的訓練，他們並沒有動手。這種車來車往的地方也不能隨便作案。在認為一切準備好了以後，1997年9月，他們做了第一個案子。超林等5人攔截了某縣政府的一輛30公務車，對司機都某謊稱車輛涉嫌贓車，要回敘里配合調查。都某哪裏想到這夥警察竟然是假的，沒有抵抗就被戴上了手銬。換句話說司機也沒有能力抵抗對方，不但人數眾多，船配有手槍，他們將司機解到了楊天勇私下開的養殖場，一個很偏僻的地方。楊天勇趕到後，很奇怪地對司機做了審訊。後來在楊天勇的保險據中發現了這份筆錄，做得非常專業，船有司機的簽名。隨後楊天勇每次殺人之前都對受害者做審訊，整理出筆錄。很多人對此事百思不得其解。楊天勇說是為了逃避打擊，超林則說楊天勇做筆錄是為了搞當官的材料，掌握社會情況。然而縣政府一個普通司機又能知道什麼？一般認為楊天勇在單位不被重視，是可有可無的小角色，他對此頗為不滿，試圖能夠獨當一面，掌握生殺大權。此次楊天勇對這些人做筆錄期間，嬉笑怒罵，出言調侃，樂於看到對方瑟瑟發抖。後來楊天勇故意當着某些受害司機的面曬死他的同伴，甚至肢解，也是借機嚇破他們的膽，從中享受掌握這些人命運的感覺。這次筆錄做完後，楊天勇讓手下殺死司機都某滅口，隨後楊天勇和2個手下一起動手，將倒霉的都某活活嚇死，拋屍到一口荒井內。這輛贓車被他們長途開到了東北，在1997年以18萬高價出售。隨後他們又多次作案。同年7月深夜，團伙成雲楊明才等3人盜竊了一輛微型車，準備做新的案件。回來的時候，他們發現偷來的車未油了，這是盜廠車輛，他們無法叫拖車，只能用自己的車頂着它開，引起了3名聯防聚運的注意。聯防聚運將車攔下後，已經殺過人的楊明才當然不可能束手就擒，他直接掏槍射擊，將3人全部射倒，又打死了1名趕嚟的現役軍人。楊天勇隨後親自趕嚟處理現場，發現其中1具屍體沒了，知道有人沒死，已經掙扎着逃走，他不敢久留，迅速駕車逃走。由於這個案件鬧得很大，昆明一度全城大追捕。楊天勇讓團伙成運暫時避風頭。到了1998年4月，楊天勇一夥人已經將贓款揮霍一空，考慮繼續作案。他們尋找目標期間，發現了正在車內約會的某縣公安局黃副局長和市局的女警。楊天勇此人並不完全是為了錢而闖劫殺人，也有明顯的報復社會，尤其是報復軍警的目的。其實楊天勇一夥如果只是為錢，他們完全可以去偷盜車輛變肉，根本就沒有必要殺人闖車。他們殺人闖盜9輛車，而先後盜竊車子則有10多輛，明顯盜竊更容易得手，就算是被抓也不是太重的罪行。楊天勇卻堅持殺人闖車，尤其對軍警往往毫不留情地下毒手，感覺他們一夥人似乎和軍警有怎麼仇恨，借機報復。在看到有2名警察後，換成別的團伙應該隨便找個借口就離開了。然而楊天勇卻借口2人涉嫌慾淫嫖娼，要將他們帶回敘里再說。楊天勇先將副局長扣在車上，詢問有沒有攜帶武器，有的話先交給我保管。所謂做賊心虛副局長本來是快速拔槍射擊的高手，卻根本沒有想到抵抗，乖乖地將7式配槍交給了穿着警服的楊天勇。不過那個女警卻不好對付，根本不同意跟楊天勇走，也拒絕戴上手銬，一直在要求查看楊的證件。楊天勇無奈，只能決定就地殺人。他將自己的證件給女警，以分散他的注意，同時將闖來的7式手槍上膛。那為怎麼不用自己的54式手槍主要是該槍已經曬過幾個聯防聚運。楊天勇認為非到萬不得已不能再用這把槍，不然很容易被警方借此鎖定他們。果然，女警很快發現了異常。你不是鐵路公安嗎？怎麼跑到這裏嚟執勤？楊天勇不再費口舌，近距離連續開槍，一槍一個將2人全部射死，拿着手槍和傳呼機等揚長而去。在這次殺人以後，楊天勇團伙已經肆無忌憚陷入瘋狂，
顯然他們的罪行太嚴重，一旦被捕肯定死刑。既然都是死刑，再殺100個人也算是死刑。殺死2個警察後的1998年6月，團伙2個家伙楊明才、滕點東帶着77式手槍，開着警牌的麵包車司機作案。席間，他們在路上看到了一個貴州籍站街女黃某，好色的滕點東讓站街女上車，後者立即上來。這裡啊，就有一個問題，站街女應該是看到了麵包車是警牌，這兩人又是配槍又是戴着手銬，明顯是警察，他卻毫不猶豫上車，這很奇怪嘛。和站街女完成了性交易以後，滕點東卻不願意付錢，黃某不服，拒絕下車，讓滕點東一定給錢。惱怒之下，滕點東雙手合住站街女的脖子，一下就將她弄死了，隨後將屍體丟在路邊的小河裡。貪財的滕點東旋拿走了站街女的包，結果只發現人民幣1角錢。後來我們知道，站街女黃某並沒有被嚇死，而是暈了過去。她被丟入河中以後，很快便醒了過來，因不會游泳被活活淹死。這起案件也是無頭案，如果不是後來滕點東主動交代，至今這站街女死得算是不明不白。隨後他們又偽裝警察連續倉車殺人，將屍體丟在野外。不久，楊天勇認為這樣拋屍有一定的危險，萬一被人看到就難以退身，同時屍體可能會留下一些線索，警方會借此鎖定他們。他思考再三，決定乾脆在自己的養殖場裡將屍體肢解後處理掉，盡量不留下痕跡。1999年3月，楊天勇帶着2個手下，發現了一輛嶄新的尼桑公爵黃轎車，決定下手。他們冒充緝毒警，敲開車窗，發現裡面有一男一女，似乎是情人。他們強行給2人戴上手銬，說他們涉嫌販毒。面對持槍的警察，2人雖發覺情況不對，也無法抵抗。這對行人被強行帶到了楊天勇的養殖場，車子則被另外2個手下開到了東北玉調。諷刺的是啊，他們進入陝西境內遇到臨檢，因車輛手續不全被扣，2個手下被嚇得屁滾尿流，謊稱回去拿手續，火速逃離，返回昆明。這一次啊，白闖了這對情人，他們卻也必死無疑。更令人髮指的是，在動手殺他們之前，好色的楊明才發現這個性感的年輕女人有幾分姿色，於是楊明才竟然當着他情人的面將女人強姦。所謂盜亦有道，混江湖的黑社會分子和流傳團伙一般也不會隨便做強姦案。在看守所中，殺人放火的黑社會罪犯都有一定的地位，但盜竊犯和強姦犯都被當作了下三濫，受到其他犯人的鄙視和欺負。楊天勇團伙殺人船強姦，比普通的犯罪分子船要下流得多，就是一群人渣。隨後楊明才按着手，楊天勇親自下脖子將這個女人嚇死。此時一旁被扣着的男人看到了整個過程，早已嚇得魂飛魄散，動彈不得。接着楊天勇又用1根木棍將這個男人活活砸死。昆明氣溫很高，第2天屍體就開始發臭。楊天勇讓手下楊明才將屍體肢解，後者卻不敢，我沒搞過，不敢下手。楊天勇大怒，你他媽的窩囊廢，親自下手，用斧頭和砍刀將2具屍體切碎。楊明才則負責將屍塊放入大鍋納煮熟，丟到養殖場內，餵幾十頭豬和狼狗。一些大塊的骨頭不好處理，就集中起來，埋在養殖場一角。期間，楊明才多次劇烈嘔吐，被楊天勇大聲怒斥。隨後船有9個人以同樣方式碎屍煮熟，餵了豬、狗或者魚。至今只能找到零星的骨頭，有的遇害者甚至只能找到幾片指甲。可能這些死者家族連將遺體入土都辦不到。類似的案件船做了很多起，最後一起就是2000年5月，他們看到一輛很新的軍牌奔馳車，決定下手。楊天勇帶着2個手下將奔馳車攔住，意外地發現裡面坐着1個警察和1個軍人，這是昆明本地的民警朱某和他的好朋友，後者剛剛從軍聚復還幾天，2人正準備一起去吃飯。楊天勇謊稱是緝毒警，讓他們配合搜查。隨後，楊天勇拔出了77式手槍，要求去隊裡處理。朱某立即知道不對頭，但對方有槍，自己無法抵抗。這2個小伙子被押到了養殖場，靠在衛生間的鐵窗上。這輛奔馳車則被開到貴陽，以12碼的價格賣掉。期間，楊天勇來給他們做筆錄。復員軍人年輕氣盛，怒罵了楊天勇幾句，說他是只敢暗算的婆娘，有本事你放開銬子，我們2人單挑。這些話得罪了楊天勇，他找來1根繩子，
將這個軍人小伙活活勒死，又肢解、煮熟。為了狗和豬，在楊天勇曬死和肢解軍人小伙的過程中，那個年輕民警目睹了一切，精神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他被迫交代出自己的銀行卡的密碼，同樣被勒死和肢解餵了豬狗。在楊天勇多次煮屍體的時候，附近一些住戶也聞到了這股氣味，當時就覺得味道很怪，心裏很不舒服。但他們經常看到楊天勇穿着警服，帶着狼狗在附近散步，做夢也未想到他會做殺人分屍的事情。楊天勇一伙殘忍狠毒，最終主犯7人都被槍決，只有負責銷贓的家伙留了一條命。那麼問題來了，楊天勇此人如此的兇殘，不可能平日毫無徵兆。況且楊天勇此人可以說是5毒俱全，被捕時已經包養了一個情婦。他早在1995年就有買槍的事情，期間同很多歹徒混在一起，為什麼到了2000年被抓住，才知道他有這麼多問題呢？另外，楊天勇團伙作案的根基在於有渠道處理贓車，而這些殺人闖來的贓車並不都是運到外地，有一輛就被運給了本地一個外援政府駐省會的主任。如果嚴打贓車的處理渠道，楊天勇也不可能去做這些案子，因為根本就無利可圖。楊天勇團伙的行為並不像是單純的謀財害命，像他們這樣亂來，基本自早都會被找到。也苦要分析楊天勇的人生，才能真正知道他犯罪的原因。遺憾的是，普通人是無法搞到這些資料的，我也不例外。好了，本次故事就講到這裡了，感謝大家的收聽，咱們下期再見。